继续来看我们嘅专题报道，新北市的客家人口相比台湾少喎。就校委会民国100年的调查，新北市差不多有55万的客人。民国56年嘅下嘅台北县、평택廠、韩国塑胶工厂居多，另外树林嘅铁路橋、韓國板橋、新店嘅電子工廠，咪係許多客人會去做嘅生意。如果多嘅工作機會，係更加嘅新北市能比台北縣客人居多嘅主要原因。今後紡織工業的前途將更見光明。該工廠設有最新式全自動的機器。民國68年，將推5無結構嘅王子牛。就帶等家爸畢業500個人，對苗栗銅鑼等人同埋來到台北打拼，在結下會，下後來到新莊落腳，撐到今也32年呢。總體來講呢，都一個講上到台北縣啦，嗬。台北縣來講呢，主要係呢一條加工，嗬，像講天子啦、평택啦，嗬，亦係講食品加工一方面嘅工廠較多，所以講來到一片嘅一個鄉親來講，嗬，基本上亦係對一片來做事嘅。民國50年代過後，台灣北部嘅經濟發展凍結。當到客家莊嘅後生人想在上海台北尋機會發展，佢當時製造業同加工業同發達嘅台北縣，上海新莊、三重同泰山連口嘅평택同塑膠工廠，港口土上還有新店機器嘅電子廠，另外還有樹林嘅鐵路橋同五股嘅驗證廠，都上嘅當到客人去打拼。當然係，另外還有一部分呢，來一片呢，主流人。來耕田來做事，規則來講呢，也有一方面嘅一個相關嘅人，但係有一種比例嘅人口較少，嚇最多嘅呢係喺來一片來做進入到工廠地度來做勞工嘅嚇。2013新北市客家移民文化節，係啲新北市嘅客家鄉親忘記歡喜嘅敲鑼打鼓、輕輕鏘鏘迎接，展現出東方嘅生命力。雖然一條客人係啲台灣各地來嘅，不過具體來看，還係土種苗同花蓮地區嘅客家子弟人較多。中部和南部的客家莊因為較熱，確實有較熱。中部有中部那個一個態度會嘛，作為推動師嘛，南部有態度會作為高雄市發展的情景，所以南部人睇啲佢較愛去嘗試嘅時間就是去高雄市。因為世界嘅一個成長嘅地方嚇，世界出世成長嘅地方嚟講，就較冇事好做嚇，亦就係講讀書也好，做事也好呢，都較冇機會嚇。為咗打拼，人講拍書成家嚇，所以呢都全部都上到台北一邊呢，來一邊來尋條路，一個來一邊做事。2013年新北市客家事務局。喺新北市嘅英國辦嘅萬人飛彩客家文化通，上嚟為5300人來參加。對新一代嘅客人來講，他鄉做咗一件變故鄉嘅。唔過做嘅台上講出自家嘅客人，公開學同認識客家文化。對頭擺來到北部客人係唔敢講、唔敢做，你肯定有嘅機會同權利。所以講，這樣數來看，所以譬如講講客來講，基本上。都喺屋下講天嗬，到諾貝來講根本都可以講談唔到，談唔到甚至係講本人嚟講唔係客家人誒嘅一個情形非常嘅嚴重。世上新北市幾20年過後，當代客人啲無強用嘅領域變出當代人嘅成績，仲係對音樂有動態貢獻嘅正方向。做無兩年級嘅電台主持人，喺節目當中詳述客家語言文化嘅保利公園大使廖經驗，還有自家編客語教材推廣母語教學嘅陳延軒一等人，客人用母語書食苦耐勞精神，喺外中編出一片天。客家新聞已經由翻譯上製作，新北市報道。